今仔透早，高雄市卫生局去三凤中街进行年会抽查，检查包装佮成分敢有清楚来标示，嘛抽验讲食品敢有放漂白剂、丁药剂初步是无发现有违规。它虽然是一个进口的食品，但是它的在后包装的部分都有标示它的成分。卫生局人员来到三凤中街稽查，才会零条查，民众手提大包小包物件，拢总要办年会要过年。为着要确保年会食品安全，因抽检店头卖豆制品敢有使用漂白剂、工业色素，现场拢总稽查85间店，并无发现违规。那在食品的部分，我们主要是要看它的食品标示，还有它的包装。那如果是像散装的部分的话，它一定要标示产地、原产地这个部分。如果说民众有不放心的部分，或者是商家有不放心的部分，其实都可以跟我们索取检测试剂来进行检测。这摆稽查，卫生局嘛针对食品的标示成分敢有清楚，搁有磅仔的精准度，民众咧采买年会规定嘛会注意介绍。民众表示，甲往年比介绍是小可起，业者是表示讲，虽讲今年年会数量准备充足，但是人工是真歹请。因为今年的工读生较歹请，系啊，因为即马大家拢做听囡仔，我是感觉小孩子还是要让他再打一下工哦，学习一些社会学，是我袂歹啦。看差小可啦，还是嘛是有小可差一个安尼，因为迄个物价拢咧增加，所以嘛是小可会当接受。今年卫生局嘛提供试剂，互民众每年回登去厝内，若是有疑虑，会当提试剂家己检测。假使食品有问题，卫生局会派人员去现场稽查，来保障民众的食品安全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